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川协会结束，中国甲台湾议题当作是宣传的重点，也毋过美国是拢无讲到台湾，重点是肯定经济甲中东局势。高雄市政府昨释怀爱河里高雄2间分店停业6个月，新北市政府今仔嘛发爱河里3间分店50万停业6个月。台大病医研究发现，讲新型肝炎的病人，就算病毒拢太失落，也毋过若有肝包药还是糖尿病，当地肝癌的风险会增加2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当地中国的访问，昨是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也毋过会后，中国甲美国发表内容所有真大的无共款。中国方面是掠重点放伫台湾，讲维护台海和平是中美关系上重要的议题。习近平阁讲台独甲和平水火不容。也毋过，北京会后的声明拢无讲到台湾。有学者是认为这是表示讲台湾对美国来讲，毋是会当谈判的代志。美国愈较重视经济甲中东局势跟议题。川协会14举行，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谈到经贸、伊朗甲台湾议题。习近平讲到台湾的问题是重点当中的重点，以后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上大的公约数。但是北京会后的重点整理，显示美中的态度无同。美国指出双方同意伊朗袂当有核武器，不过台湾议题一句都无讲到，引发关注。比如说对台政策不变，军售也不是重点议题。我们都有密切关注。针对美国哪条工咧闪台湾议题，川普暂时无对外回应。有国安官员指出，美国伫会中已经表达，任何协约性的改变无符合各方的利益，台湾不应该伤过烦恼防交易。不过，哪位提醒国安团队，川普也未同意第2批140亿对台湾的军购，敢会伫川协会了后出现变数，得要注意。他们会不会见面的？美国本来要给我们第2批的军购发价书，会不会因为这样就不给了？这是我们担心。尤其是军购问题，会不会在浮上台面，在最后的一个谈话里面来出现呢？执政党我们也会严密的来做一个关切。针对习近平讲到台独甲和平互相对立，学者分析，习近平当面和川普一个提醒，为台湾议题有红线。台独跟所谓的台海的和平跟安全是水火不容。这样的一个说法呢，看起来是给川普一个当头棒喝。这个是说给川普听，但同时也是说给赖清德听的哈。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像敲山震虎，或者是说隔山打牛。体重碎化民分析，川普这届表明看重经济，甲习近平依次相达无相前的局势。学者李明认为，美国甲中国敢有讲到对台湾的军售，因为美国甲中国有讲好，袂伫公开场合讲川普有啥物让步，政府就要谨慎应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起是安排甲美国总统川普2个人伫中南海花园啉茶散步，中昼顿食烧，川普就坐空军1号登去美国咯。伫今仔中午，中美双方嘛针对科技的管制、农产品的采购来进一步谈判，嘛打算讲要设贸易甲投资委员会来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因为前一日美国白宫版本的川协会内容拢无讲到台湾。外界嘛是搁真关心咱台湾议题发展。川普中昼行程得结束，就坐空军1号登去美国咯。3天2暝中国访问行程煞过咯。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让高档佮再去北京，川协会全世界是拢会关心川普今仔早起伫社群平台嘛铺文讲，习近平讲美国是落济中的国家，也毋过伊讲这是拜登时期造成的。伊阁强调讲，现主席的美国已经是全球上迄度的国家咯。另外，针对真敏感的台湾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伫接受访问的时是强调讲，美国的对台政策是无变，嘛反对任何一边想要改变现状。北京街头的电子金报直直报，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会谈的历史性时刻。虽然川普伫社群平台希望美中的关系会当搁较强大，不过伫敏感的台湾议题，个人有权徛个人的立场。美国国务卿罗比奥接受专访的时强调，美国对台湾政策无改变，也指出北京当局伫台湾议题尚未拍算。Do you think China wants to invade Taiwan? Well, I think China's preference is probably to have Taiwan willingly, voluntarily join them. In a perfect world, what they would want is some vote or a referendum in Taiwan that agrees to fold in. I think that's what they would prefer.
川普除了伫社群平台发长文反击外界的美国衰退讲法，强调美国为伊带头已经成做全球上强的国家。针对影响全球的中东战火，川普也表示已经伫会谈当中得到习近平的承诺，未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不过伊也讲甲真巧妙，强调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还未煞，暗示随时可能会拍伊朗。面对这位过去捌发动贸易战，行动互人料想未到的美国总统，搁再访中国，当地民众的评价是无好也无歹。对，是有争议的人物，但是说实话，我对他的印象没有那么完美，就很现实的去说，因为，他是总在变的一个人。川普车队经过的路线，四边早就由封锁线实施严格预案，不过也是吸引真侪好闲的北京民众伫封锁线外口咧翕相。面对美国甲中国伫军事、经贸抑个台湾的议题激烈对决，一般民众上关心的也是安定的生活。老百姓关心的就是他们的生活嘛，那就是要局势稳定，就不要战争，要能够和平的解决遇到的问题，对，能够更好的相互理解。比如说中国有台湾问题，这些都是需要和平的一个解决方式。无论是中东的战火，还是台海的问题，美国甲中国两个强权每一届相打，拢牵连到全球局势发展。不过，伫这场大国竞争的背后，一般的民众所盼望的是免烦恼战争的和平生活。公司新闻电视人朋友。全社会期间昨美国的四大指数拢收悬，台股今仔早盘嘛起超过650点，起到42408点佮创纪录。也毋过对早起10点开始就开始了，台积电上悬今仔是起到2325块，落尾是2265块收盘。今仔的指数是落579点，41172点收盘。台股的指数今仔是震动将近1000点部分的宽息股，亲像台达电、广达、佮宏景等股拢是大落，是台股的重灾区。因为最近股市真热，上新公告的处置股有10支因为 AI 需求是真旺。咱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嘛修正今年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产值，规去年的6.5条是突破到8条。再来看上北市的公车，佮有台北捷运今年1月初3开始开放，会当用 QR code 来坐车。即马又佮增加 Line Pay Money 买当坐车咯。台北捷运嘛统计讲，使用 QR code 的乘客1月时，一日是有27000人，到即马5月一日已经有43000外人咯。使用 Line Pay Money 乘车码买当坐台北捷运啊，上路头一天就旅客使用顺利进站。可能也要看有多少的优惠吧。如果说真的是优惠很多的话，那就值得就是站在旁边操作一下。目前是没有这个计划，因为就是买习惯就是使用悠游卡的。实际观察，坐台北捷运的旅客主要用悠游卡入站，原因是目前 T-Pass 月票简单当绑定悠游卡。有真侪旅客感觉使用卡片的感觉较直观。北捷统计，自1月初3起开通交通乘车码 QR code 坐车以来，平均使用人次已经来到一天43000人次，大概占全系统运量的2%。那至于信用卡的部分，从1月的日平均大概是5200人次左右，上升到5月的大概6900人次左右。台北市公运处指出，自1月初3起，双北市区公车甲台北捷运拢开通交通乘车码服务。北捷站门目前已经会当用19间支付业者，双北公车有6间。不过牵涉到停数系统的开发，目前简单有悠游付、iPass Money、iCash Pay 甲 Line Pay Money， 会当有捷运公车双向搬车优待，阁有台北市干线公车搬车优待。搬车爱用共一间支付业者，优待会伫后1个月汇入去使用者的电子钱包。代替自今年初嘛开放用乘车码入站，不过也无包括 iPass Money、Line Pay Money。各用捷运是凭台北捷运较早，今年3月开始就当用 Line Pay Money 乘车码入站，支付系统多元，全台公共运输安怎整合，互消费者坐车较利便，是后一个课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医美集团头翕的歹代，佮继续特别。高雄市政府昨公布调查的结果，随着发爱尔利高雄2间分店停业6个月。今仔台北市政府佮有台中市政府嘛拢公布处罚。
新北市政府今仔是表示讲，爱河利集团新增南口甲永和3间诊所严重侵害到病人的隐私，是以医疗法分别罚50万，停业6个月。另外，台中市卫生局嘛针对信义诊所台中的2间分店为发射检讨的摄影机。公地诊所无经过病人的同意，就去医疗影像，一间是拢罚50万。6月开始嘛停业6个月。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伫台北市议会，有议员是质疑讲台北市政府拢无作为。蒋万安是表示讲，今仔得要求诊所停业，也毋过台北卫生局是强调讲，会予业者来表达意见，才去处罚。再来看台铁中华到花坛的铁路滨高道哦，伫早起6点发生车祸，一个80岁老大人驶车，可能是血糖上过低，精神真歹，去弄到护栏，人着伤送病院，车是卡伫滨高道，嘛造成台铁有8班列车慢分。乌色的修路车弄到护栏，掉伫个铁轨路。警方甲台铁公司人员赶到位，到场警戒。15透早6点，台铁中华到花坛中间的花秀路铁轨路发生交通事故。一个80岁姓林的驾驶，技术是因为血糖伤低，才家己弄护栏。去手段机会比谁人，家己制作。事故造成台铁东正线无法度通行，台铁公司成立2级应变小组来应用，改用西正线单线双向来通车，江北落南的车拢受到影响。好在在有热心的民众驶地高车，即时到3工，透早7点04分才恢复全线通行。肇事的查甫人因为胸坎还有骹手拢刺伤，互救护车送去病院治疗，无性命危险，最测得失灵。警方到场处理后查明。系林姓驾驶因精神不济、不慎之状移交到纽泽西护栏，造成驾驶本人受伤及车辆受损。就轮子陷到那个轨道里面，然后车子撞到我的那个护栏。它损害我平交道的那个监控设备，要超过45分钟要赔的话，我们会就跟他求偿。台铁统计，这站交通事故拢总影响8架车，延误128分钟，而且造成铁轨路护栏，还有监控设备损伤，煞尾会甲肇事的驾驶来求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市昨早起哦，一台派出所的巡逻车伫路口的等红灯的时候，去互后壁一台公车弄到，甲最后是无人着伤。公车顶头有22个乘客，嘛已经派8台车来载。等到车顶了后，全部的车拢向头前驶去。不过，这台警车搁咧等倒弯的号志，想袂到原本停伫后壁的公车，看到边仔车拢驶向头前嘛，对咧大油门来行，结果煞位警车的后壁来弄落去。无啊，拢无倒去代志啊。你算讲，伊起步较慢，我起步较快安尼尔，叫我甲过放着啊。这件弄警车意外就发生伫14载时啊，伫嘉义市西区的新民路甲瑞阳路路口，派出所巡逻的警车伫倒歪车道等号志的时阵，后壁的公车可能无注意头前的状况，就对边仔车来起行，造成公车车头凹落去，警车后壁车壳嘛受损，加在无人受伤。警方嘛爱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员警驾驶巡逻车于新民路北往南直行，在左转弯专用车道停等号志，遭后方公车追撞，无人受伤。双方驾驶经酒测无饮酒情事，肇事责任尚待厘清中。公车顶面原本有22名乘客，因为车祸的发生，行程嘛受到影响。公司赶紧安排8台公车来载。警方提醒，驶车爱保持安全的距离，嘛要注意车前的状况，才会当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北市鸟市的问题阁继续在传烧，有议员是指出讲，环保局讲2月份已经有囤3815个鸟市仔坑咯，4月阁囤920来个，即马鸟市仔坑已经减少超过75%咯。也毋过议员嘛要求环保局应该要提供相关的地点甲相片，互民众会当详细来了解。你们没有真正的关心，有没有确实落实去填补这个鼠洞？老鼠的追踪方式，它的确会有不同的方法。那这当然鼠洞，就像上一次我跟议员报告，就是鼠洞本身也是一种追踪的方式，然后通报数也是一种追踪的方式。议员嘛认为讲，就算有囤鸟鼠仔坑，若无登记追踪哦，鸟鼠啊嘛是有可能会阁继续生团。环保局是表示讲，会来提供相关的地点甲相片，嘛继续登记来追踪。
再来看桃园哦，有不少学生真热，把食品的打色剂蛋到营养午餐内底，去害4个学生食着，嘛去看医生，加在是无啥物大问题哦。教育局表示讲，学校会针对这学生来进行个案的辅导，让学生知影讲这款行为违法，莫去伤害到同学的身体。真侪细小包装拢有放打色剂，也提醒袂当食。桃园北调一个国校3年学生伫营养午餐第2轮，家己底菜时，加小加打色剂等入去菜内底，造成4位共班的疑似加半透明的球形的小加食落饱，加在上病院了后无代志。当天的状况是怎么样？疑似有误食干燥剂我们立刻就通知家长，我们赶快把这4个小朋友安排家长接回或送到邻近的医院去检查。学校表示继续追踪，当天送病院的囡仔，计当天也拢有正常到学校上课，目前身体无问题，也会继续宣导，加强学生食品安全加法治教育的观念。化学性的干燥剂误食的话，可能会比较有风险，那可能就要就医。如果是细胶的干燥剂吃进去，大部分就是对身体无害。学校当天有针对班级学生做强化教育，强调不可以将非使用的物质放入午餐内或饮食上。教育局表示，做这件代志的学生已经向受害学生回信了，学校也针对做这件代志的学生个案辅导、加管教，互伊了解行为可能犯法，也可能对别人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俄乌战争较大哦，即马一场规模上大、时间上长的空袭，罗西亚计共是发射超过1500只的无人机哦，佮有大量的飞弹，嘛造成乌克兰哦至少有22个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强烈谴责，嘛批评讲，罗西亚根本是无准备要收煞这场战争，是讲一套做一套。咖啡厅的监视器画面录到空袭的瞬间，窗仔外口出现火车，了后玻璃都好整甲碎去，店内的物件落规涂骹。罗西亚为即礼拜二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空袭，连续几日天，天顶拢是防空系统哪炸的声音，也佮有飞弹的爆炸声。这也是自2022年俄乌战争发生以来，罗西亚发动的上大规模、时间上长的空袭行动。Це був страх, якого ще в житті не відчували ми. Найстрашніша ніч за все життя. За всю війну, скоріше. Ми думали, що ми тут всі загинемо. Ще такого не було ні разу в нашому районі. 乌克兰官方统计，陆军伫短短2天内飞1567架无人机，甲大量的飞弹。搜救人员伫光谷大楼的土堆当中抢救4名，甲搬遗体。路透社指出，这场空袭造成上无数十个平民死亡。乌克兰外交部长呼吁美国甲中国施压罗西亚停止战争。Квартал цього року, і це означає, що компоненти для виробництва ракет, необхідні ресурси та устаткування Росія в обхід глобальних санкцій все ще завозить. Це має бути реальною ціллю всіх наших партнерів – зупинити російські схеми обходу санкцій. 空袭也去影响到人道救援。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的车辆伫南部城市赫尔松执行任务的时，受到罗西亚无人机2架锁定攻击，加在车顶人员拢平安。We keep on calling member states, all member states, to respect the civilians, do not target the civilian, and do not target the UN. Clearly, the UN flag is no more protective element. 面对罗西亚这几天来的大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这种针对平民甲主体区的攻击，绝对不是一个真心准备结束战争的人会采取的行动。这场开战以来上大规模的空袭，也让和平的希望愈来愈小。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来看英国首相史凯尼领导的工党哦，这次伫地方的选举是输甲希拉里，嘛是30天来输了上惨的一届哦。党内已经有人要求史凯尼落台。英国卫生大臣总是开头一枪，讲伊已经对史凯尼的领导失去信心咯，伊嘛宣布要辞职。外界认为哦，即摆已经有袂少人准备要来争取工党的党主席。英国卫生大臣苏迪里廷则是透过社群媒体发表时透露的批，指出工党近期伫英格兰、苏格兰甲威尼斯地方选举输惨惨，显示选民要失去对工党的信任。伊嘛直言对史凯尼政府的领导失去信心。苏迪里廷做卫生大臣一当过10个月，以强硬佮务实的做法推杀国民健保署改革。伊今后将复杂的政策转换做通俗语言，抢在就新闻节目替政府政策辩论，红认为是工党新生代的政治名称。
苏德里定时透露，互外界又讲是计划挑战党主席的职务。教育大臣菲利普森肯定苏德里定做卫生大臣期间的表现，不过无同意伊是这个决定，强调会全力支持史凯尼。He has been a brilliant health secretary. He's done a fantastic job, and we see that today with the NHS waiting list numbers that are really encouraging and what people want to see. But I fundamentally disagree with the position he's taken. I'm sad that he's gone, but I think this is now a chance for us to pause, take a breath as a party, and try and draw a line under all of this. 伫苏德里定宣布是透露了后，当然继续宣布财政部首席秘书莫须接任卫生大臣，其他可能挑战共党党主席的人选嘛有真侪动作。支持曼特苏德市长碧南的共党议员谢蒙斯宣布辞职，让碧南透过补选重返国会，摕到选党主席的资格。另外，因为印花税征期宣布是副首相的瑞纳对外宣布已经处理好税务问题，伊直接是对媒体表示无排除参加任何共党党主席的竞选。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过来消息来看，中华县的文雅特务场去年逼出有分普尼的毒鸡卵，过未到9个管期，检方暂时起诉特务场的负责人甲台中两伤哦，嘛会不受犯罪所得。市规场内面无人也无过店叔叔，彰化县碧岛乡文雅特务场去年11月发生分普尼毒卵事件了，自主停业到即嘛。彰化地检署经过半年调查，执行侦结，认定特务场4单的负责人，台中两中2行的4人业者涉嫌制作甲卖残留农药超过标准的鸡卵，无互消费者知，用食安法加诈欺所在罪嫌起诉。诚信负责人与林姓蛋商已知超标，仍将鸡蛋批发给下游蛋商流入市面。案件经检察官侦查终结，以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及刑法诈欺取财等罪嫌，将2人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两中2行执行正常营业，知影起诉的消息，业者发完网，讲伊也是受害者，事先并唔知影文雅特务场有喷药化，希望代志赶紧结束。是因为我们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去载弹，对啊，确实是事主他自己有投药，我们不知情啊。检方讲，文雅特务场为着要解决2锅寄生虫鸡杀的问题，非法甲分普尼用几多种农药透爆了，喷伫咧鸡舍甲鸡笼啊。去年10月开始，用一台斤28块半到33块半的计价，甲毒鸡卵卖互9个县市超市甲购物中心。彰化县卫生局去年11月随时抽验，发现分普尼超过标准，记当天通知移动管制。4台的查甫人竟然叫来做回信任的查甫人，甲160箱毒鸡卵卖互下楼的餐厅甲消费者。东亚部讲，虽然是个案，不过采用方式嘛就爱检讨的所在。使用分普尼的部分，它只有局部的使用，6个笼舍，但是只有1条笼舍有使用。我们后续我们在采样点的分布有做一个检讨，相关的精进措施会跟食安办这边还有食药署这边再来讨论。农业部19月初，卫福部、食药署、环境部重新检讨自牧场一直到市面上卖场的这个部分，并且对行政院食安办公室汇报真正作为，避免再发生这种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警察若怀疑讲是食毒塞车，是会当利用喙烂来做快筛。警政署嘛强调讲，因为目前喙烂的快筛准确率是非常的高，所以嘛伫13宣布讲，若快筛有食毒的反应，还是讲拒绝检测，拢会当来当作现行犯抓起来。轿车驶伫高雄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车头一直歪来歪去，无偌久就弄到分隔岛。我已经你爱困啊！代志发生伫13透早，救护人员到场的时阵，查某人讲伊是疲劳驾驶，无需要去病院，但是双方验出毒品快筛阳性，互警方移送法办。对林男使用毒品脱衣快筛试剂进行检测，结果呈现2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食毒塞车的案件一直发生，但却毋是逐件拢会当甲嫌疑人照现行犯来逮捕，因为食毒塞车必须要请示检察官对嫌疑人做尿检，确认阳性了后才会当移送。毛祖生1月下旬的时阵，台中2个警察逮捕食毒塞车的嫌疑人，所以因为无虽然副尿检的报告，互警察队固守了放人，涉嫌污蔑放人，互移送法办。为着改善这个状况，13开始，警政署公布新的作业定数，毒驾是经过喙烂快筛阳性，是拒测了后认定对方无度安全驾驶，会当照现行犯时准现行犯逮捕。发现这脱衣快筛，它的准确率是非常高哈，所以足以供我们司法侦办的依据哈，所以我们就修订了我们脱衣快筛还有毒驾执法相关的程序哈，
警政署的数据显示，讲2025年食毒赛车的件数是2024年的2.3倍，而且是一直传出食毒赛车第4案。这个月初，中华一个细个的查甫人食毒赛车弄起机车，造成2个人死亡。独家的喙脑快胎伫2025年11月下旬上路，会当初步来判定敢有食毒赛车的行为。所以因为早期是反倒快胎的准确度无法度直接甲人照现行犯来逮捕，即马实行半年了后，确认准确度是真悬。嘛，互警政署对咧调整，互第一线的同仁有更较明确的执法标准。记者综合报道。身为能源公司伫6月23就要落市咯，外界正关心讲，敢会影响到台电工程的进度。经济部早起是强调讲，台电公司是有风险的管控，是袂影响到台电离岸风电利基的计划。我们私募的对象就是跟未来佑德风场有兴趣的投资人。当前记者会头前喊话，要办理30亿初步体育财务，因为新辉能源今年第一季税后了18.49亿，剩下每个税后纯益负6.82块，净值转做负1.82亿。为15开始派遣专业高挂各项分拨交易，6月23停止上市。你母公司跟子公司，如果你都是从事同样的工程。那这些工程一旦出问题，就是你母子公司都会出问题。那母子公司都是上市公司，那如果它在风险财务控管是这么不稳定的话，那让它在短短不到5年的时间上市到下市，其实这个会让非常多的投资人蒙受非常大的损失。学者认为，相关机关对承包商都要能力爱护国核心的把关，若无受冲击，就是投资人。15开盘集团相关股票大屠杀，新辉能源因为投控农落停板，无公司正辉相关的付费电力全部降价。对此，新辉下次危机请下海付费能源第2020年代表台电离岸合理发展第2期计划，原本台电医药府346亿工程款是未到拄着疫情、俄乌战争这因素，地数成本暴增，付费总共付厂商534.5亿，了钱将近200亿。其实700兆瓦的离岸风场整体开发下来，预估就是要超过3000亿台币。就整个产业来看的话，这是个先出钱，然后需要等很久才能够回收电费的模式。那公营事业本土业者如果要联合进场的话，融资能力够不够 ？AI 投资标的之下，银行愿不愿意就是把钱移过来这边？这个风场一定会往前走。他如果觉得他有办法自己处理的话，我们当然要尊重他。因为新辉能源也标3至1期700兆瓦容量的油电风场，市场风声是要转让持股。外界点名国营事业成立风电国家队资源，暗过业界认为，台湾本土永远的1月6成能力应成就风场业务配合政策，确保台湾再生能源未停气。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下营去年挖到2800吨前的遗址哦，嘛造成抽水站的工程暂停，即嘛已经停工超过半冬了。市政府是缩小挖遗址的范围，所以即嘛文资团队是按算讲7月要动工哦。抽水站嘛拍算讲9月会当恢复施工。来到台南下营抽水站工地现场，几乎拢无动，甚至嘛无看到人。这个开2.8亿的下营排水闸门和抽水站工程，去年煞挖到2800吨前的油污味文化遗迹，发现真罕看到的八度形的石器。技术工程只好停工超过半冬，本届年底就通完工，迄阵无法度按时完工，周边道路封起来，通勤的民众加减怨叹。这下营迄边的人为啊，这交通无方便的物件是错甲6条呢，听起呢。啊，是。哦，我若放录音大一点哦。这路的部分，我最近会当恢复噶啦。公共建设和文资保存的冲突点，上主要就是钱的问题。起头评估抢柜费用上无爱1亿，水利局根本无法度负担。经过市府协调了后，因决定变更设计，透过缩小排放专用暗坑的开挖范围，成功把抢柜费压价到4900万。这笔钱将会动用市府第2亿美金，采用分年变预算，因希望在文化资产保存和民生治水之间。找到平衡点。检讨就是缩小我们的整个施工所需要的范围，包括前池等等来尽量减少这个挖掘的面积。另外，我们目前可以优先来做主站体的一个赶工。文化局的考古中心，他们会跟水利局的
工程单位，然后一起去进行一起开挖的一个工作。那开挖之后呢，就是考古中心他们就会把这些抢救下来的一些遗址呢，另外的去进行后续的清理、整理跟盘点。脚步前新的机场文资团队按正7月进场，用2个月来完成清理。那9月高雄工地恢复抽水站时间，虽然完工时间确定会延到明年，不过水利局答应会评估先开放路段，让民众通车，减轻负担。面对风台几百高啊，施工团队讲到时会拼死赶工，未让事情危机的保存变作会赢居民饮水恶望。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高雄凤山区伫县市合并之前，有3个路口有放国宝大师杨英风后生用红漆设计的艺术品哦。也毋过民意代表就发现讲，伫文化部公共艺术的清单内底嘛无这3件，所以16年来哦，拢无人伫管理维护。即马艺术品嘛已经生生出问题咯，所以要求讲市政府应该爱处理。来到高雄凤山南京路甲国泰路交界，伫路口的彩虹装置艺术表面出现壁损，阁有垃圾的情形。另外一搭挖近5家的微风装置艺术，阁是白胖件，本体有鸟仔做收，作品嘛变甲垃圾。有人来清这些草啊，修树木啊，都有啊。但是那个主体的部分有看过吗？没看过。高雄凤山区3大重要路口，伫县市合并前，由县府设置大型装置艺术。民代发现合并后，3个作品拢无登记伫文化部公共艺术清单，嘛无财产登记。16年遐久的时间，无明确管理养护单位，未属是公共艺术篮球。嘛，烦恼其中2个作品是伫捷运黄线的路线，恐惊会因为工程引起结果老化等公安问题，造成动荡，造成这种设备安全、公共艺术倾倒的危机都不得而知。所以呢，我们希望市政府呢，除了做公共艺术品的这个在这一些各项的安全建地以外呢，也要注意未来做捷运施工上面会不会造成其他的风险存在。我会请这个王启川副秘来协调，民政局、文化局、那还有公务局，好啊，另外就来协调。市府回应会伫1个月内提出解决方案，看局处讨论后，会将这3个由国宝级大师杨英风的后生杨凤添设计的作品做好的安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里港有一个姓詹的乡民代表，去年向公所来申请要拼排水沟啊，说涉甲工程公司来倒空，清出来上青洞的粪扫甲烂土，乌白倒伫高雄旗山一个农场。农场主人要整理农地时阵，才发现经去报案。即马高雄的高仔头地检署嘛已经起诉乡民代表等3个人。怪手豆豆驶入去高雄旗山这笪农地，挖开废土，虽看到内底有塑胶干啊、落啊、毛技术见到开气物的水管甲钻啊角。桥头地检署去年9月初接到通报，讲有人伫咧农务用地偷倒废土，检警追查发现是屏东里港的乡民代表甲工程公司倒空，标着公司的清水沟工程了后，甲清出来的1300吨的烂土甲粪扫，再去倒伫咧人的农地。经过半年的调查，检控14侦查结束，对姓詹的代表甲姓黄的工程公司负责人等人按照违反规情法起诉。明知排水沟产出之污泥属于依法应合法清理之废弃物，并指示司机陈某等人将废弃物载到高雄市旗山区农牧用地任意倾倒堆置，造成土地污染，业经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当初报案的都是受害农场主人，但是讲去年9月份来要整地，准备甲发好的柑仔蜜种落，来到位看到规个农场拢是烂土，佮有怪手甲货车直接出入去报案，才个代志别空。伊讲甲对方完全无熟悉，无讲无大门拍开，就入去偷倒废土，发好的1万张柑仔蜜无材料证，损失超过10万。即马迄块地安尼，还佫有材料证做无啊？无啊，起码无法当清楚啊，起码伊该破土破去啊，佮也有迄保特瓶啊，塑胶管啊，种有诶无诶，一寡杂物啊，一寡迄个垃圾物件。实际来到现场看，4个拢是塑胶杆啊、电线等等的粪扫，1300吨打起的烂土，甲大叶蹲伫咧农场。现在检方已经起诉，地主干那5万，这土甲粪扫会当赶紧处理好势，确认土地是毋是受到污染，可以会当早日恢复建造。记者柯家族邱超阳高雄场报道。
再来看台东县的高山啊，即嘛是愈来愈接伫平地来出现咯。顶个月东海岸就人看到有规定的高山啊，这两冬嘛拢有未少的民众讲哦，高山啊会行到市区找物件食。一礼拜，阁有民众伫东海国民主体哦，看到一只高山啊，伫人的厝边的露台底偷食物件。台东的议员就要求县政府应该爱赶紧来提出办法。电监翕到门口埕的树仔海袂停，向用出现一只台湾猴跳入来，无偌久，阁翕到走去厝尾顶，阁秘伫咧东海国体一户真家厝的露台食物件。台东市洪胜利里长即几天接到足侪里面通报有高山仔出现，随伫咧附近藏人仔要甲掠。里长怀疑2冬前台中市里鱼山就传出有一大阵台湾猴，也若东海国体离里鱼山无偌远，高山仔可能是来找食的。是有可能是鲤鱼山那个地方那个区域的猴子啊，可能找食物啊找不到啊，就一路这样走过来。顶个月，台东东海岸才出现一大阵台湾猴落山，因甲人类的生活距离愈来愈近，真后发生人甲猴的冲突。也若台东县议会当日召开定期会，有县议员就要求县府爱编列预算，设立赶猴巡守队，建立系统性的作为。成立这个驱猴的这个巡守队，来协助受到猴害的农民，能够有人帮忙他把产生猴害的猴子给能够赶走。那有许多的方案，那么后续会来做研议，相关的经费我们已经都有在编列中。县府强调，台湾猴虽讲已经唔是保育类动物啦，不过野生动物也是有一定的处理程序爱遵守。今年已经追加300万的预算，会搁再建议投入保护农作物甲人家厝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垦丁后湾哦，最近假生啊第三摊，当地有志工就发现讲，有人伫海边啊野米坑哦，设限制要来掠这个假生啊。志工嘛发现讲有20多大的限制，拢已经先把这个限制哦，拢先破坏掉，随去通报国家公园警察。垦管处嘛表示讲会来加强巡逻。一名穿蓝衫底裤的查甫人伫沙坡咧扑草，动作可疑。只刚过一搭久啊，挖过沙坡看，发现涂骹拢是米坑。原来伊是要设陷阱掠假生仔。暗时到沙坡发现有野米坑的所在，就有一大阵的假生仔咧食。只要摕网仔袋啊，就会当随捡到一大堆的假生仔。而且有20外个所在有米坑，限制数量遮尔济，只刚赶紧通报公园警察。每一个范围，而且甲米坑压落，我一个坑深深米坑压落啊，假生仔拔落就爬袂起来，当然细只的拢拔落啊。因为假生仔伊天生就是闻到食物的味，尤其是食芳的味，拢会活来。因为5月开始是假生仔出来活动、找物件食、甲放卵的季节，尤其垦丁后湾数量足济，不少人士就会趁机会挖坑野米坑，假生仔闻到味过去食，就会落入坑爬袂起来，因才来捡。志工表示，因为假生仔无算是保育动物，所以无法通发。有时若看到民众掠假生仔甲提醒，佫会引起无欢喜，互因感觉足无奈。掠假生仔一直来都无罚款，所以有当时啊。游客若咧掠假生仔，阮去甲伊讲，叫伊用看就好啊，莫掠。有当时啊会过去互游客骂啊。本处获报后，立即派员会同国家公园检查队前往清查，并将米坑等陷阱清理。一经发现，将依国家公园法处以3000元的罚款。垦管处讲，虽然假生仔毋是保育类动物，但是后湾算国家公园范围，有掠着嘛会罚钱，提醒无买卖就无纳保。志工表示，这几年假生仔的数量才豆豆恢复，希望民众会当尊重生态环境，甲上水的大自然保留给每一个人。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最近哦，华人的高中考试哦，高二的物理科考试卷的题目，互发现讲，甲补习班哦真相像，学校去比对哦，同款的题目是超过一半，所以决定讲要停考。也毋过，互部分的学生佮家长是真不满哦，认为讲毋那是浪费时间，佮影响到学生的权益。大家拢咧认真看册，这13只拄考完物理科的高级学生。14下晡要搁停考一摆，因为13个试卷被发现甲补习班的考试卷真共款，同学甲家长对停考的看法都无同。学生有些人一定会觉得不高兴，因为考试考完了，结果还要再重考一次。那对家长来说，我个人认为
如果说这个考试机制不是公平的，那就换一个比较公平的机制来进行。学校表示，出题老师绝对无伫校外兼补习班的课，是补习班收集的考古题，其实就是这老师3年前的试题，因为这共款为维护学生权益，才决定停课。补习班，那学生跟我们反映以后，的确有50%以上是重复。那这样子，少数的同学有做笨的题目，多数的同学没有做过。那这个考试就失去了它的公平跟客观。虽然学校强调学生大部分拢愿意停课，不过外界认为学校应该启动校安通报，加开教师会来调查。学校已经办理重考，但是学校方面应该依据高级中等学校的评量办法呢，应该是否有定学校的评量补充规定，是否应该就做更严谨的规范。学校强调，已经将这案件移送考纪委员会评估是不是处罚并这老师，未来也加入其他老师参加审题，也来研究安怎导入 AI 科技来协助人力检视试题中学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大病院一份上新的研究指出，讲新型肝炎的病人，就算甲病毒拢杀死了，也毋过若有肝包油，也是血糖无正常，有糖尿病，治疗肝癌的风险，颠倒会增加2倍哦。医生嘛建议讲，捌到过新型肝炎的患者哦，就爱定期追踪，佮爱有好的生活习惯，才会当来减少癌症的风险。民众伫病院排队要做身体检查，就是烦恼身体有各样。根据卫福部2024年的统计，肝癌是国人10大癌症死因的第2名。当年大约有7000人因为肝癌死亡。拜五台大病院发布上新的研究，发现新型肝炎的患者，就算甲病毒清掉，若是有肝包油，也是血糖异常，比如讲高血糖，也是糖尿病，患者得肝癌的风险颠倒会增加2倍。我们发现其实是糖尿病，就是血糖异常，或者是糖尿病前期这一群病人，他的这个风险因子本身造成肝癌的风险是最大。那再来就是脂肪肝的严重程度。医生讲，虽然医疗技术愈来愈进步，95%的新型肝炎患者拢会当成功治疗，不过无代表讲完全无得癌的风险。医生建议民众唔但爱做定期的检查，嘛要建立好的生活习惯，包括讲食食的控制、运动等等，才通降低咱肝的负担。这些体重的控制，那脂肪肝的改善，以及代谢因子或者血糖的控制，应该还是所有的膝肝的患者这一辈子都应该要奉行注意的一些事项。另外，这份新型肝炎的研究嘛发布伫国际1.1的医疗期刊，提供全球新型肝炎患者做治疗甲追踪重要的参考，嘛提悬台湾医疗研究伫国际知名度。记者郭金阳、王志刚台北报道。澳洲已经禁止16岁以下囡仔使用社群平台，网络公司 Meta 嘛利用 AI 技术来主动台独无到13岁囡仔的口罩，无到18岁青少年的口罩，会当看的内容嘛受到限制哦。网公透过科技的管理来加强青少年网络使用的安全。即马青少年上网络时间一直增加，各界关心会调到网络成百社顶的网络安全议题，亲像澳洲先禁止16岁以下儿少使用社群平台，后边这几年强化儿童网络的保护措施，成员国考虑禁止16岁以下儿少使用社群媒体。网络性剥削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台湾的通报数字是逐年增加的。家长方面或是学校方面，发现这个同学有需要协助的时候，第一个我想可以这个联络卫福部下的这个性向处理中心，竟他们是科技公司，然后对于自己的服务其实应该会是最了解的。我们期待就是平台业者他们在进行这些服务设计的时候，都可以先有一些风险评估，然后先把一些防护机制也先做一些预设好。公民团体重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面对这出事跨国网络公司 Meta 导入 AI 视觉分析技术，主动识别删除无到13岁少妇、未满18岁青少年少妇，个人看适龄内容。凡是超过60分钟以上的使用，那我们平台这边也会发出一个通知。同样的，也是一个睡眠模式，也就是说晚上10点到7点，早上7点就全部的通知都会并进音。还有儿童及少年性剥削的防治条例的修法的预告作业，这些都是我们卫福部在这边希望能够先透过整个法律端的部分来努力。
网络公司希望透过科技管理强化青少年网络使用安全。官方是强调，已经咧对儿少权利法定法定的修法，希望透过公私协力，维护青少年网络使用安全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真侪大学毕业生准备要找头路咯。人力银行调查就发现讲，伫学校学的甲出社会需要能力，即马嘛是个差真济哦。尤其是 AI 科技的应用是愈来愈济，状况嘛愈来愈明显。早顿3个月翕相甲因通知，休困的时阵兼做外送甲包货，正职是咧做食的，毋过伊大学读的是经济系。那时候就没有转系，就是还是靠打工，就是各个领域的工作，然后来找自己有喜欢的，或是多学一个专长的技能，可能就不会读经济学系。对经济相关职务拢无啥物兴趣，所以伊做三工，找到伊介意嘛当做的食食。人力银行就公布，一项学用落差调查就指出 ，AI 出现了后，上班族认为学用落差是愈来愈强。有76%的上班族认为，伫咧学校所学的技能、知识无法度满足职场的需要，主要是因为理论和实务差距伤大，无法度满足企业的需求，而且当初所选的嘛无一定是有兴趣的科系。不过，会当有学到，佫会当用的是旅游休闲、运动、一般服务业，还佫有医疗照护。伫咧学用落差上大的，就是大麦甲小麦。其实他们在学校，很多人反映学到了理论，但是因为时代的变动太大，可能离开学校之后，发现现在的市场已经不一样了。可能他们现在必须要学的是数位行销，或者是可能 AI 相关的工具。面对这场学用落差，调查显示有67%的上班族靠自学来提升能力。人力银行就指出，这代表上班族已经豆豆意识到终身学习，也就是食到老、学到老是介重要，嘛是工课场一定爱有的。今仔伫咧大学搁咧学的学生，嘛当透过修复系下领域的课程，培养下领域的能力。毕竟时代变化真紧，未来是真好满足工课需求。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提出讲要加紧树爱政策，也毋过有护树团体甲路权团体就指出讲，4档400亿要来补助人行道的改善，却无补助树桩的维护甲刷桩哦，这互全台湾有真侪树仔有消失的危机。伊嘛呼吁政府应该爱对保护树仔开始做哦，嘛应该邀请民间团体各有专家做回来讨论。老树的消失，这是我们非常建议的事情。就是在未来的话，我们中央路还有一段也是超过近100棵老树即将面临被砍除的命运。10个护树团体甲国土署外口顶前指出，为着要让过路人有舒适安全的空间，行政院2023年通过4年400亿补助各县市去改善人行道，却无编列维护树桩的经费，致使真侪树仔拢拄当消失的危机。护树团体提出诉求，呼吁赖政府要实现树5加倍都市林计划，应当对保护树仔开始，嘛得互民间团体甲专家参与内政部补助审议委员会等等。现在的审议委员会黑箱，就是内政部国土署补助这些预算，他说不补助砍树的费用，可是砍树的费用可能10万，人行道是2、3千万，他补助了2、3千万给地方政府，那就是放任地方政府自己自筹砍树移树的费用哈，所以就是说这些路树就为了国土署而死。嘛有人本交通路权团体出来收听，因强调人行道毋是路有平有够看就好，台湾的热人真恶有热，有树才会当互人行道舒适佮安全。因嘛指出一寡树桩的树根可能导致人行道无平的问题，这是政府无种适当的树种，嘛无加留树桩生长的空间所致。政府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种植浅根系的树木，才会导致人行道隆起，而不是树木不好。强烈呼吁内政部国土署必须将4年400亿的这个预算妥善的运用，要监管它人行道施作的品质，还有它绿荫遮盖的程度。针对民团的诉求，国土署也有派人出来接电证书。民团表示，树桩有早日头降温、甲空气净化的功能，嘛是城市生活的彻底。因认为人行道的设计甲补助应当甲树桩列入考虑，嘛要求政府在审查计划的时，应当让民间有参与甲表达意见的机会。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碰层回收哦是真高工，爱3、4个人才做伙才有法度来拆一组上紧嘛爱15分钟哦。南投玻璃的清洁队哦有队员就来改良怪手，用怪手来拆碰层，唔免用遐尼济人工，真紧嘛真省事，来嘛做伙来看卖。
这台怪手是玻璃清洁队员王世明改良的。伊早是咧修理车，后来至玻璃清洁队服务20-30档。会改良这台怪手是因为这的本数量较侪，维修部内底碰撞较占位，所以开始想要改良怪手，来互拆碰撞变较轻松。我修理车底，较早捌做过铁牛啊，3工挂做安尼啦。因为这较早就拢大约啊，这故障有哦，迄较早就拢拢有伫摸啦，效果用是袂歹啦。那愈熟吼愈紧啦，啊佫轻松，手佫拢袂碰拍。玻璃清洁队长讲，用这台改良的怪手。拆碰撞只要5到10分钟，就当拆好一顶，省时搁省工。啊，用这个大钢牙伫拆、伫拆这个碰撞的时候，非常的紧，平均一顶5分至10分钟内吼，就会当拆完成。啊，所以这个工作效率非常的好，一工人安尼天好拆20-30顶，时间缩短啊，甲非常节省的人力。传统拆碰撞拢爱3-4个人斗阵做。有人加开外表的布料，较厚的就爱用火焰达挂好开。刷落来，搁爱拆开铁架啊，上无爱15分钟，真够工。玻璃清洁队长表示，清洁队员内底真侪人拢有其他的专长，有人会晓铁工，有人会晓水电。设计这台怪手，真正是真有班章。现主是玻璃清洁队已经有2个少年人会晓使用，嘛大消透回收碰撞的压力。记者杨秀南投报道。即卖人哦，饲宠物亲像咧饲囡仔。咱来看中国重庆有一间狗仔幼儿园，有校车来接送哦。6点钟会提供家长狗仔伫学校上新的状况，那么做伙来看卖。甲狗仔热毛，为因做好食的点心。重庆这间空间宽快宠物幼儿园，毋但上下课有校车接送，逐工佫安排标准化课程，包括食饭、困觉、佚佗，一切拢按照课表行。甲人类的托儿所拢共款。活动的时间，我们会有一个丰容游戏的安排。丰容游戏的话，就是根据狗狗的五感去设计各种不同风格的丰容游戏，然后让小狗它的五感在家里面可能它没办法锻炼到的，然后在幼儿园我们会去做不同的尝试。因为每一只狗仔拢是主人的宝贝，工作人员会甲狗仔活动的进行翕落来，随时记录拍摄也是过敏的状况。每点钟伫社群组更新相关的资讯，互家长安心。而且为着要维护照顾品质，嘛严格限制照狗仔的数量。我们会严格控制小狗入园的数量，大概我们是在15到20个小朋友。那这个之外的话，我们就不会再额外去多收小狗。小狗必须要入园测评通过之后，才能上幼儿园。这间宠物幼儿园表示，因的人客大部分是年会伫25到40岁的女性，对宠物的生活品质非常重视。我自己时间比较忙，平时要上班，送到这边来的话，有专门的人去照顾，自己会比较放心。我还是比较在意一个他自己的一些成长和心理上的发展的，因为我也希望我的狗能够寿命更加长久一点嘛。对着这简化的趋势，宠物相机等咧加以发展，像安尼件品质优良的宠物幼儿园，目前伫各地拢有增加的趋势。不过，这间幼儿园表示，不是所有的狗仔拢适合读幼儿园，较无当也是较敏感的，可能较适合住伫厝里。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来报报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华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